咦？你係咪拜錯神啊？唔係每一個神咧都可以催財嘅喎。嗱，你要祈福行運，最緊要咧你要知道每一位神明嘅崗位。嗱，今次咧我同大家咧介紹12位最常見神明佢嘅職責，等大家咧心有所求，拜有所向。觀音娘娘佢主咧就消災解厄、保健康長壽、家宅和睦、助正財善緣。北帝爺佢專職咧就鎮宅驅邪、護事業、穩正財、防小人、保佑航海同埋工程嘅安全。玉皇大帝即係天公爺啦，佢係賜福赦罪、祈願風調雨順。地母娘娘係護農產業嘅豐收、保土地安寧。建築同埋動土前咧就敬拜，可以穩家宅根基。齊天大聖咧就係擅長咧驅邪鎮宅，增添咧個人嘅勇氣同埋智慧，防小人侵害。三官大帝嘅天官賜福咧，佢就助官運、賜福祿；地官赤罪咧就解業障；水官解厄咧就消災禍；哪吒三太子咧就降妖伏魔，專解一小兒關煞，助人咧就衝破困局。天后媽祖就海上嘅守護神，去保漁民同埋船員嘅平安。嗱，消海事嘅災難，助商貿順遂。關聖帝君咧，佢係招正財、斷是非，助呢個事業嘅開拓。大王爺咧就驅瘟除疫，化地方嘅災禍，保鄰里嘅和睦。土地公同福德神咧，佢就係助正財偏財，護咧家宅商鋪就平安，五穀豐收。武財神趙公明咧就係招正財偏財，鎮宅驅邪，除瘟解災。仲有香港好多人修煉嘅六壬先師法門，佢係護身保命、驅邪制煞、和合人緣，係解除業障因果嘅強大法門。拜啱神明，誠心祈求，掌握天地人和諧共生嘅智慧。但大家要知道，關鍵係在於自身修行。點樣通過道法嘅修行，以實修去轉化命運？歡迎分享同埋留言道法修行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